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双十连假头一天，天气湿湿凉凉，各都一透早就塞车。金门下门小三通有2000人要坐船。林北好友的班主林志宏今仔日登到国内，互带去新闻移送侦办，检方嘛个法院申请羁押。台湾家己做的头一粒气象卫星“lar风者”，本地今仔早起要发射，不过信号异常，雄雄宣布取消。今仔日是双十连假的头一天，受到风台外围水汽的影响，天气湿湿较凉凉。不过，游玩有真侪人趁休假出门佚佗，各道甲风景区一透早就一车顶。金门下门小三通因为风台影响，今仔日恢复船班，有将近2000人要坐船。现在叫几号？1000多号。透早金门水头尾头出现将近2000个听候坐船的旅客，也有民众透早4点天都也未光，就来现场候补，惊买无票。因为进前的小犬风台搅局，金厦小三通已经停航2天，有上千个旅客滞留伫金门，国家国庆连假人较济，伫人济船少的情况下，候补旅客怀疑得秘密作业，目甲工作人员相见相骂。那县府这边也很积极来协调，跟陆方还有船商的部分，紧急加班船。那预计今天可以加班到4个班次。同款嘛是透早伫排队的苏花公路，苏花介绍这边透早5点就出现路人的车阵，宜兰12号分局赶紧加派警力疏导交通。自清晨起5时起开始涌现。车流停等尾端至苏澳新站前约3公里。国庆连假头一天，南部地区有未少人选择坐船去小琉球度假，高浪船差不多大班客满。业者预测，连假头一天上岛人数恐惊1万多人。小琉球旅游登岛人数上看在13000人以上。那么今天本公司的船班从早上7点钟开始就不断在加开。那是天气方面，虽然小犬风台已经渐渐离开台湾，不过也是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国家礼拜也有方面的通过，一直到国庆这天，全台湾拢要注意局部性的大雨。留意花东、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气象署提醒民众，连假期间天气不稳定，出外要记得早雨伞。高速公路局也建议，国庆连假前2天主要是以路南的车阵上济，部分路段实施高升载，也有入口封起来的做法。民众出门前会当提早规划行程，也是行替代道路，以免塞伫车阵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农业的面册米种野林北好友的班主林志宏，讲家己受到恐吓威胁。后来去互发现，伊若像是咧套戏讲白贼。林志宏今仔日登到国内，就随风带去新闻，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是依照恐吓、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名，甲法院申请羁押。当初为什么想要自导自演？不管媒体记者安怎问，就是头例例来讲，面色农业分专林北好友班主林如虹进前家己讲，遭到恐吓威胁，继续检警调查发现疑似自导自演，伊随即出国，一直到初一透早才坐飞机转来。一路飞机就检警带转去询问，并且讲手机甲笔记型电脑伫维也纳机场放无，虽然小可怀疑是灭证的讲法，也需要进一步来调查。这一块一样涉及侦查内容，这个我没有办法就是多做评价。由林如虹抢先伫代志揭开了后就出国，民进党中央党部初7召开记者会，质疑国民党有网军假生伫桃园市府，而且怀疑桃园市长张善政是毋是早就知影讲侦办的进度，才互林如虹直接就对桃园机场来离开。对此张善政是讲，实在是伤搞伤弄，民进党根本伫咧转移焦点。太有想象力，而且我觉得他们在模糊焦点。现在不管是这个莱猪或是鸡蛋，完全荒腔走板。他们在民进党政府不去面对，反而在这边瞎猜测，觉得说我们这边有网军，太离谱了。那林如虹和桃园市刑台讯问了后，下晡移送桃园地检署，检方核实了后，以涉嫌恐吓、伪造文书、诬告这罪名，而且有传别证据的可能，向法院来申请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市面上有进口猪肉生产地，偷揽美国猪肉，表示煞无老实。台北市卫生局查到5间业者违规。出名的餐饮店三马草草哥、三顾茅庐拢在内。市长邱万安下令启动稽查，逐个月要查300件。
天门游内门口打着暂停营业的广告，美国的进口猪肉生产地争议引起食安的议论。台北市七日暗时公布稽查的结果，虽然无发现违规批出的产品，却是意外抓到5间业者猪肉原产地标示违规，包含有名的连锁餐饮吊鼻馆、三国茅庐，也有三妈臭臭锅拢是。早起人客要去食，甚至店拢无开。开了很久了，很早以前就来吃它了。对我吃它猪肉有一点点腥味，因为台湾猪的猪肉是没有腥味的。我不会去用，因为它不实在，而且它要给消费者一个交代。我其实没有很不喜欢美猪，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今天是美猪，它应该要标示清楚，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选择什么吃什么是消费者的权利。民众无奈讲，产地标示可验店头良心，消费者实在是无倒来查证。台北市卫生局是讲，即摆稽查查出1间业者无标示猪肉原料的原产地，也有4间业者猪肉原产地标示不实。也若是即个业者无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会使罚3万到300万块；也若是猪肉原产地标示不实，会使处4万到400万块的罚款。我们查的结果是有5家它是不符合的。那有4家的话，它的这个原产地是美国，那它现场就是标这个加拿大或西班牙、台湾，那或是没有标。市长蒋万安也下令，即日起启动市民买的猪肉标示查核专案，每个月查核至少300件，比对业者来源的单据，个别是毋是甲现场标示相款。年底进前至少查核1000件，查核内容包含稽查现场，且业者甲来源单据，抑个来源的商品、原始外包装这资料提出来，比对现场肉品个别是毋是来正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7月中发生照景爆炸事故，有28个人受伤。本地掠准是温度上悬，塑胶袋仔崩开。不过警察所发现证物有黑色火药的反应。经过3个月追查，昨去搜查一个姓赵嫌犯，抄到化学物品甲枪，即马嘛已经甲伊抓起来啊。爆炸声了后，现场如苍苍。7月15，嘉义市一场万人示警活动发生爆炸事故，致使28人轻重伤，上少岁受伤的人敢若2岁。经过将近3个月追查，检警锁定一个姓赵嫌犯，切拉上门搜查躯体。派员到场采证之后，认为有人为涉案之情形。本来想讲是塑胶袋高温起爆造成的意外事故，不过经过调查搜证，警方发现证物顶悬有硝酸钾，也就是黑色火药的反应。警方认为案情无单纯，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有当若看伊来吼，伊来拢门开了，就入去入去门关了。细厝的铁门扭落来，门边打断水通知。厝边讲边后写真罕咧甲人来往，敢若知影伊甲厝主有纠纷。即摆听到伊可能是爆炸案的嫌犯，拢真意外。毋过调嫌毋若是爆炸案嫌疑人，佫伫厝内抄出真侪化学物品甲长枪这枪械。被告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制造爆裂物、刑法公共危险、杀人未遂等犯罪嫌疑重大，系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检方认为伊罪嫌重大，有逃亡消灭证据的顾虑，精神了后向嘉义地检署申请羁押核准，后续会进一步调查伊作案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查某人去望高寮看夜景，因为路草无熟，煞跋落去山脚，经打电话发救人。加在消防员去现场有找到人，用绳仔甲救起来。1、2、3。消防搜救人员用绳仔固定，把受伤的查某人为边坡救起来。7号半暝12点外，台中警方接到查某人的电话，讲伊伫咧望高寮看夜景，煞无说离位关景平台下落边坡。该女子表示，不慎从大肚区望高寮景观平台跌落山下，本所随即派遣警力前往回报位置，与警消人员会合，协助救援。相对甲警方赶到现场找人，原本拢找袂到。警方后来甲查某人继续通电话，上尾借有声音来定位，终于发现伊摔落差不多10公尺的边坡，随后利用周边的树仔、架绳仔，由消防员降落，半暝3点外，甲人救起来。脖子会不会痛 ？OK。确定哦。是酸痛而已。酸痛就是有问题啊。撞到的关系啦，不小心滑下去被围着到。你是靠太近是不是？查某人被救起来了后，骹手拢有明显的刺伤，不过伊无去病院。伊表示有啉一寡酒，加上无熟悉地形，才会无说离摔落边坡。
强表示，受伤的查某人6号下晡就甲朋友到望高寮看日头落山，但是突然失踪。暗时10点外，接到查某人厝里人报案要找人，但是警方敲电话拢无人接。加在伊上尾有家己回电话给警方，互警消顺利救到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占领以色列南边的加沙。当地时间初7，哈马斯讲因射5千粒火箭攻击以色列，目前知影有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以色列总理是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空军开始出动战机轰炸加沙，安那军方嘛下令动员后备军人作战反击。以色列当地时间初7透早，天才拄光无偌久，真侪火箭对南边的加沙、对以色列中部甲南部各城市飞过去。原本安静的社区，一时互真尖声的防空警报声惊精神。对中部的雷赫沃特到南部的斯德洛特、亚斯基伦，拢伫火箭攻击范围内。正伫巡逻的以色列警察正协助惊吓民众，赶紧避伫建筑物的壁边。甲以往哈马斯发动的攻击无共的是，即摆毋但火箭数量大大增加，范围对以色列瓦郡加沙南部到瓦郡耶路撒冷的中部，拢传出遭到火箭攻击，而且有以色列民众翕到南部海边甲陆地边界有真侪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走入来。由以色列军队伫当地无派驻当兵驻守，所以这武装分子伫光天白日之下开小型卡车进入以色列社区。四界拢传出枪声甲爆炸声音，互民众感觉是真惊吓。也是伫加沙边界地区，巴勒斯坦人所翕的画面显示，一台以色列战车互哈马斯发射武器拍到，前段驾驶座部分都会烧起来，车顶的以色列军人是毋知去倒位。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对着哈马斯联合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动的大规模突袭，国防部除了召开紧急会议，下令升官战备的等级，嘛要动员后备军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来看印度东北部，因为上大雨，山区的冰湖全崩起，水崩山呛入附近的砖头，造成42个人死亡。那另外伫南半球，这是有严重的可化。亚马逊的居民是有人因为水路打起掉伫内底。大水甲桥甲布花拢冲歹去，这是一场大水河引发山洪爆发，甲印度东北部附近的城镇拢淹了了。石金邦的官员讲，到初6已经造成42人死亡，不过要更加侪人失踪。对着家园天崩地裂，民众讲当时根本就发生爆炸。कोई तोप ला के छोड़ देता है ना यहाँ पे बम ब्लास्ट होता है ना ऐसा करके नदी का आवाज आया。当局继续替离民众，也佫有找失踪者，讲2万多人生活受到冲击。经由卫星相片会使看到，湖崩起之前，山顶冰积湖水流正常，不过崩起了后，真侪水一直下落来。学者认为甲气候变迁有关系。极端的大水河加上气温升悬，造成冰河涌起，相关的灾难恐惊会更加接发生。Tells us that it will be dramatic, decline in glacier area volume, more larger, lake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and possibilities of similar 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 events are very likely. 另外，南美洲国家是遭到严重的可化，巴西万多数民众原本住伫漂浮的厝，伫亚马逊流域生活，即阵雨拢打起，船只扩大。基本生活无得维持，有人乌浸落去找着水味，有清水才有法度来洗汤加煮饭，也毋过无水就无鱼通掠，船也无法度过，拢掉伫内底。praticamente isolado mesmo aqui, sem sair, sem entrar。可花药阿根廷政府厂是叫苦连天，欠水河大道拢打死去，70年来上界严重的可花造成产量减少一半，有6成的工厂空伫遐。安那玻利维亚300多人集合伫山顶祈求落雨，尽管的城市拉巴斯因为落雨量真少，造成江水出现问题。若是佫无落雨，大约220万的民众到明年2月会无水通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甲民众党敢要合作，侯友宜讲就要制定详细办法。不过，郭文德表示，伊的办法就是看民调。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参加苏贞昌的新册发表会，展现团结的气势。
郭台铭人数已经超过30万啊。郭台铭办公室宣布讲，人数若超过100万分，就要捐钱捐1亿。来台中拜票选前最后100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路南走行程。最近蓝白合持续地讲，郭文铁提出比民调，侯友宜初七以3点声明表示，民调不是唯一的方法，蓝白合必须要有标准做法。其实蓝白合不应该搞成联合，应该是志同道合。很多事情在政党政治蓝白合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那我的 SOP 就是以民意为基础嘛，既然民主政治是以民意为依归嘛，哈，那当然就是用在现阶段呢，不是正式投票之前，你知道哈，那当然就是以民调为标准嘛。对侯友宜话讲要有标准做法，郭文铁阁讲以民意为主，伊认为联合政府是台湾未来模式，这是政党中会当讨论的。蓝白合也阁有通讲，不过官校2个人是做伙谴责赖清德，认为进前大学生问民进党贪腐问题，说互人找因的爹地，这真不应该。有一些网络上的人啊，对这位女同学给予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我是希望能够借那个机会给他说明，并没有去否定他的提问，也没有想要去为民进党做什么样的捍卫。赖清德出席苏贞昌护国4年新册发表会讲，守护国家无分朝野拢有责任，也特别为学生囡仔事件表示，希望社会会当看到民进党内大部分的人拢是真守法的。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国家就有咱2300万人，为4年的好日子，改变台湾的时机。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初七表示，要成立郭爸爸希望基金，只要每增加10万人人数，郭台铭就捐1000万，超过100万份经费，就会超过1亿来帮助社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是双十大典的仪演，包括建中的乐旗联队、三军的仪队，还有东京农业大学二高的奔走乐部、翡翠技术拢有表演，下袂少民众去现场看。音乐声响边的旗手对音乐节奏展现柔软的肢体动作。双十国庆义演下晡初七举行，由建国中学乐器联队大声出场，吸引众人的眼光。完美迄场点击卡，国防部三军仪队整齐的惩罚动作，配合精准的行为，摆出双十队形一系列的惩罚操演，让民众看甲目睭袂长人。因为我以前是海军仪队，所以带小朋友来看。今年还是主要来想要看我们的仪队表演。好看，那个鼓很好听。第一次看，对，然后想说认识一下台湾国庆的。大概12点多，我停在旁边走过来。2台乌鹰直升机前后后围吊大北国旗的CH-4怪 SD 次两克运输直升机通过总统府的天顶，不少民众拢摕手机出来记录影像。国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华建群致辞时阵，也对所有无前无后辛苦的友伴表示感谢。欢乐的音乐带动现场的气氛，哪行哪变化的队形真精彩。因是有翡翠技术称好的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奏乐部，伫去年感觉是恶魔伫双十国庆，互大家真欣赏了后，翡翠技术也要伫今年双十演出。同款会真好看，也有纯金之声的 UCLA 中雄行进乐队，整个学校梦幻演出，互民众会当真近好好看一下。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研发10年，家己做的头一粒气象卫星“蜡风者”，本地今仔早起要伫南美洲的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不过到上尾的阶段，信号煞异常，雄雄宣布发射取消。3、2、1。So it seems there has been a red. 原本拜六早起9点36分，要升空的台湾第一个家己做的气象卫星，在最后的阶段发生各种信号，只好宣布延期，互现场的人拢感觉有淡薄仔失望。太空中心主任指出，目前等对方先查明原因了，会搁再通知发射的时间。可能是发射场或者火箭这边，在这个 countdown 的程序就倒数程序，大概到
负就是10秒的时候有一些讯号异常，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取消，然后他进一步再查明原因。来访者卫星其中有83%关键的零件，拢是台湾20间厂商参与制作，会当讲是台湾太空科学研发当中正大的进步，对台湾未来太空产业发展嘛真有帮助。好多的仪器，自制的仪器上太空，事实上它成功运转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让台湾的厂商的一些制作的一些仪器，可以到上面做印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太空履历。那有这个太空履历的话呢，全世界各地有需求，都会来这边找我们来帮忙做。来访者卫星主要的任务是用来补充目前气象资料中较欠缺的海面风场资讯，尤其是会当有效提升未来风台强度以及路径的预报能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28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华岛地区21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的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